最近因为方面雨水是袂少，全台湾的水库水量拢有增加，也毋过北部的石门水库水量只有回升到3.5%，阁无法度上过乐观哦。气象署是指出，今仔开始水汽增加，各地拢会落雨，明仔载水汽会愈高，落雨的范围嘛会愈大。拜六开始是5日节假期哦，天气是真热真热哦，过昼嘛会落淡薄仔雨。如果要变天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初时拜二水汽增加，各地拢有无定时的短暂阵雨。初五拜三开始，对华南分雨区向东边行煞，西北部落雨的范围更较宽，东北部嘛有短暂阵雨。也若初八拜六5日节连假，天气较暗翕，过昼了后，较会有局部的短暂雨。在台湾附近是暖湿，首先是暖湿，天气闷热，提醒大家留意。然后至于南部、东南部，甚至在中部地区，会随着风向变化，还属于整天断续会下短暂性阵雨或雷雨，而其他各地则是中午以后会有午后的雷阵雨。这礼拜方面到位，为台湾带来雨势不哩大，全台湾水库欠水量拢有增加。不过到初四早起7点为止，中央北部用水的石门水库欠水率干那35.1%，其他的像台中石公坝、台南白河水库、杉文水库、高雄阿公店水库等等，欠水率拢无到50%，水情持续紧张。石门水库它从5月开始它的水库的蓄水率因为几波的封面，它就逐渐的好转，那蓄水率慢慢的爬升。那这个是从枯水期转为丰水期的过程中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。水利署表示，桃园、新竹、苗栗水库整体水情已经明显有较稳定，虽然还是有方面，今年水情还是较乐观。也若气象署提醒民众，未来一礼拜天气较无稳定，民众若是出门会记得爱早雨伞或者是雨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